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31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连假头一天，高速公路对早起5点就开始塞车，不过这个交通的高峰期，台铁所发生机公号故障，满分104分。今仔日国内增加41个单片入境，是疫情发生到今上济。另外，昨公布台北市防疫旅馆的3个确诊者，有1个是染着 Omicron。对明仔开始，台北车头附近禁止食薰的范围扩大，包含市民大道、承德路等等，全部禁止食薰，违规会罚1万块。今日是连假的头一天，高速公路的交通量是比去年搁较济，对早起5点就开始咧塞车，一直到下晡才会较好走。也若是明仔交通，高公局预告北部、中部爱过道了后才会较顺，提醒观众朋友出门之前都爱先确认交通状况。车辆随着交通警察的指示，通过这个路口。元旦的连假头一天，往垦丁大东的屏东最底了5岔路口，对于早起5点开始就真侪车，到下晡2点，总车流量已经超过24000台次。互警方一度爱调拨北上的内车道，互南下车辆来使用。台一线的车流量于9点至11点到达每小时3000辆次所以本分局于9时22分。开始实施台一线南下调拨车道，南下车流一直到下晡才慢慢来疏解，解除车道的调拨。不过，那屏东、花莲的中林磅空相关，因为南下车真多，车速变较慢。从德管制站北上方向也设置路障，方便随时来管制。从苏澳要进来那边会塞大概塞了多久？塞苏澳市区那边有塞，差不多30分钟、40分钟。跨年出佚佗，为少北部民众经过涉水磅空往宜兰甲花莲台东，根据高公局的统计，南向涉水磅空的通过量比去年同期增加6%。在国五的部分，稍早会有车多拥塞，但是经过我们的管制措施，包含高承载管制以及匝道封闭及匝道移控等进行分流之后，目前车数可以维持在60以上。元旦这个假期，和全台车流量大大增加，南部车流一直到下晡2点了后才开始来疏解。另外，北部甲中部日时拢是车多塞车的情形。高公局也提醒，中部北部车流只有到元旦的中昼。因应这个连假，各道甲各景区也分别有相关的管制做法，提醒民众出佚佗进前一定要先确认交通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连假的头一天，回乡甲出门旅游的人当多。不过早起所有一只树林往台东的机公号，怀疑是因为风规故障，规帮车袂顶袂当，造成南平到寿丰这段干那一线会当走，是中昼才恢复通车，互这帮车慢104分。这阵仔台铁直接出现问题，佮定风声讲列车有用中国籍零件。交通部长林王国材就表示，会尽力甲老车甲维修的部分做好。一台机公号火车停伫铁基路无道行，元旦连假头一天，台铁对树林开往台东的82处机公号发生故障，造成南平到寿丰站只好暂时行单线。鼓风机故障，那将现场这个司机员紧急抢修无效之后呢，请求救援。11点13分的时候，花莲站开出82A 的救援机车。事发当时，列车大约有150名乘客，台铁赶紧对花莲站派救援机车去修理。尾仔换车头了后，原车继续开往台东。整体来看，列车延误大约是104分钟。不过，台铁最近连续发生机械故障甲死伤的事故，加上 EMU 500型的电联车红标出使用中国籍无好的零件和相关的安全问题，也引发讨论。台铁在这一段时间，真的是在交通部最操心，也花了最多力气的一个部分了。我了解台铁，他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也做这个整个的更换改革，持续在进行，但是还是有陆陆续续的一些状况。交通部跟台铁必须持续努力。交通部长王国材坦白讲，台铁这段时间和交通部上过操盘，也用上多心力。不过台铁也有23种的车辆，维修零件真正是真多，也有一寡已经停产必须使用替代方案，确实有一寡困难的所在。也佮无论是台铁的运工机电到旧车汰换佮维修，整体改革会继续来进行，更加努力来改善。记者综合报道。这阵为着会赴港亲人过旧历年，提早返来台湾检疫的民众是有够多，造成带病入境的病例日日升悬。
今日度增加41例境外，是自疫情发生到达2年来上介济一天。另外，昨公布台北市有一间防疫旅馆内底有3个人确诊，今麦确定其中1个人是染到 Omicron 变种病毒。国内31虽然无新冠本土病例，也无增加死亡个案，暗过煞增加41例境外移入。指挥中心讲，这是疫情爆发2年来境外移入个案上济一摆，其中国以美国17例上济，也有14例入境国医院的调查，超过一半拢是突破性感染。有16例是男性，25例是女性，年龄介于20多岁到70多岁之间。那分别来自美国14例，还有菲律宾跟法国各2例，另外还有意大利、肯亚、喀麦隆、瑞士、印度、乌克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越南及柬埔寨各1例。就是我们的1月底期间，我相信境外移入的个案，应该都会跟国外的流行趋势一样，应该都会蛮多的。那应该会到1月中是一个高峰。专家认为，一天度增加这么多境外移入是真重要警讯，防疫会面临真大威胁。特别是一间防疫旅馆最近发现3例确诊个案，指挥中心也公布上新采检结果，扩大扩列采检81人。除了进前已经知影5楼确诊者17099例以外，目前有62人阴性，其他检验当中有1时也搁来检验。目前上新确诊的17058例初步定数是感染 Omicron， 3人是不是群聚要搁调查。这个定序的部分目前还正在进行啊，那预计是1月1号才会有这个进一步的一些结果。台北市府也伫31派人环境采检，静置清消7天了后，旅馆才会恢复运作。目前怀疑可能是饭店人员标准作业定时出问题。见的是硬体的部分，也可能是工作人员他的收垃圾或者送餐的时候，他们可能有一些交叉感，认为还是人员的长期的那种警觉性消失了，然后他可能没有做好脱手套这种很基础的动作，造成了交叉感染。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可能性。黄珊珊表示，营养中央要求1月初3进前，针对所有防疫旅馆完成环境查核。目前市府关键的检查，过去台北市都已经规定，每个月拢要确诊1摆饭店的环境检测，加工作人员标准作业状况。未来会请专家协助检讨 SOP， 加工作人员动线，加强防疫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各地拢有下年暗会，准备要甲民众做伙迎接新年。这歌迷为了看到家己介意的名车，早早就去现场等，也有真侪单位趁机会要做生意。针对防疫的部分，台北市下年暗会管制区是爱实联制才会当入场，而且专定禁止食物件。暗时7点才开始的台北市跨年暗会，下晡就真侪民众来啊，不过入场进前爱先做好实联制。不只要查检查 ACC 扫码入场。有行动的看到过示牌，也有一直公布，一直提醒参加的民众爱准备手机，也是绑定台北通的悠卡，以方便入场实联制来使用。天也未暗，舞台头前已经有真侪民众伫遐等，也因为防疫的考虑，管制区这所在是袂使来食物件。晚上看完之后再去吃宵夜就好了。我说我们现在可以忍受这样。因为现在的疫情期间，所以觉得还好。台北市府呼吁特殊检疫、特殊隔离的民众，莫来参加暗会，若无上悬的罚8万块。另外，往年的跨年暗会拢会吸引超过8万人次。台北捷运已经准备好啊，会连续42点钟无休班。另外，桃园市的跨年暗会周边的大头，这业者是早起就来准备，要来迎接暗时的跨年的生意。我们都很早，车7点左右我们就到现场开始准备了，大概准备个3到4倍吧。平常的3、4倍这样。另外有真侪歌迷啊，早着坐地椅啊排队入场，不管天气安怎寒嘛，包括爸爸要来看这个明星。我们一起来的，搭夜车。对，也是凌晨2、3点就到这里。对。号称史上上豪华的高雄跨年暗会，今年打造全台唯一的双舞台，当量级的表演人员会轮番来上场，下晡时进行最后的准备。歌迷为着再抢到上好看明星的所在，也提早来到现场大布棚。伫高雄港边透明地等，也将迎接2022另外一种回忆。记者综合报道。除了看演唱会、看烟火，嘛有真侪民众去风景区游览。不能农场的梅花即阵长咧大开，请侪民众去欣赏，造成大塞车。也若是合欢山甲花莲的七星潭，嘛有真侪游客去遐，准备要迎接新年头一道日头光。
元旦连假第一天，趁好天气，中部风景区人开始多，其中伫台中的武陵农场已经有真侪人来赏花。车位入口的所在，一路排到长乐路，有人甚至前一天就来报到。高雄来，来到这边不虚此行而且风和日丽，蛮漂亮的。受进前冷气团气温甲雨水影响，武陵农场上青枣梅秀目前开3成，有红色、粉红色、白色3种。为元旦连假到明年1月20开始会大开。武陵农场指出，今年花量是创近3年新高，花蕊也较大，民众有机会会拄到香杠杠、色水咸丽的小玫瑰。旁边的粉红色的胭脂梅，还有淡淡粉红色的韩红梅。武陵农场统计到31下晡3点左右，入园游客人次有1889人，车辆518台。有个元旦也是人潮高峰，另外合欢山也是人车真多。透过及时影像来看，代表武陵亭规工人拢真多。武陵游客中心边的停车场拢找无车位，警方除了加强处理，也继续疏导，加强合欢山地区停车场停车秩序管理及周边的违停取缔，以保障用路人之安全。苗栗的热门龙兴区早到民众准备迎接新年，业者表示3摆宴会逐工拢被订满。东台湾的花莲也未少人车，除了苏花街透早就出现车潮，享受游客欢迎的海洋世界。中岛进前就有3000多人，园区有个连假3天的入园人数有12000人左右。另外七星潭甲台开创意园区，拢是游客一定会去的所在。我们大概会比以往的增加了3成以上的人潮，那预计明天的人潮会达到巅峰哦。民众83天连假出去佚佗，警方提醒，有个元旦会达到出去佚佗的上大量，建议民众除了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门进前首先查询路况，避免踏伫路顶悬。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的牵连，探索万豪邮轮停航超过半冬，损失超过7亿。伫咧配合防疫规定的条件之下，今日恢复营运，会有200位游客伫咧船顶迎接新年。等了半年，这阵邮轮业者呢，总算要个重新出发，要带民众对基隆港一路驶到花莲，伫咧太平洋迎接新年的头一撮日头光。不过，所有游客要就船进前，拢得爱做2支有风车，而且爱有48点钟内的 PCR 阴性报告。邮轮业者的工作人员无用做最后的宗旨，12月31日下晡4点，互游客报到，暗时9点出发，打算1月初2就会驶回来基隆港。因为它是护航嘛，护航就是最干净的。那个叫核酸检测好贵，4100，然后在船上是2500，这样加起来就6600嘛。对啊，我希望不会让我失望吧。受疫情影响，大型邮轮探索万豪，伫咧今年5月份有风险停航。交通部航港局表示，探索万豪伫咧这个月27完成防疫工作的检核，也阁有紧急应变演练，对整个防疫有信心。整个探索梦号这个从它重新要起航的过程包括指挥中心，还有我们交通部也都做了很多的检测那现在大致是没有问题。有预约啦的人数大概是200个左右。这种疑似的症状就会先去隔离舱嘛，伊是正压的空调，所以伊的空气吹了，那拢是向外口吹。伊并未要伫这个邮轮当中要来传播这个可能性几率很小。交通部表示，全部的旅客伫咧落船进前，拢该验一届 PCR， 确认阴性才通落船。也让邮轮业者希望讲以上界严格的防疫标准，互明年的邮轮观光会当搁再兴。记者阿敏珍、谢桂林基隆报道。虽然国际疫情严重，有袂少跨年活动拢取消，不过出名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活动，甲澳洲雪梨港的烟火是照常举办。且真侪民众透早就去占位，望水济桥甲5月10日的烟火，会当互新的一年搁较顺遂。雪梨港下年烟火已经要25年啊！今年主办单位准备超过8万粒的烟火，要伫空中献出海洋、立体四角形等等的图样。甲民众做伙来迎接2022年，烟火表演按算伫暗时9点开始，
为了要占雪梨港头一排会当看到烟火位，透早8点就有人炸野餐竹啊、野日头的雨伞，甚至是布棚，要来准备看暗时啊烟火表演。So we got here at 8 a.m. and yeah, we just had all this set up, in which again we have food for all day long, games to play,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wesome. 雪梨伫新南威尼斯州是澳洲疫情上较严重的地区，31过一天确诊的病例数增加要1倍。有甲21151例，是创下新高。不过，州长贝罗就是鼓励民众出门享受新年的气氛，理由是当地疫苗的注射率悬，病院这边的准备嘛有材料来应付这波Omicron的weight团。美国上大城市纽约世贸广场的下年活动，今年嘛照常来举行。不过，因为Omicron疫情严重，入场的人数会缩减做原本规划的4%。纽约市警察局的高层前一天特别召开记者会，对外表示，今年的工作重点会为维安转移做是维护健康。5岁以上入场的人都要完整注过疫苗，而且要早证明，嘛要全程挂喙安。若5岁以下无注过疫苗的囡仔，就要有已经注过疫苗的大人陪伫边啊。The expectation is pretty clear. We'll set it one more time. If you're coming out tomorrow, let's have fun. Let's do it in a safe environment. You're going to wear a mask, and that's the expectation for everyone. 欧洲主要的城市，可比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德国英国伦敦，当局是拢唔敢大意，希望大家搁忍耐一年。今年是取消下年烟火甲庆祝的活动，而且防疫措施嘛有缩严。不过过年进前的暗顿甲年节的盘手也是爱传，所以市场甲百货公司3十也是出现济来买物件的人群。有民众去问到新年敢有啥物心愿的时阵，伊讲出全世界所有人共同的心声。Wünsche fürs neues Jahr. Oh, Gesundheit. Auf das alles mal normal wird, genau.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在地上大条来关心一项新措施，对明年开始，也就是明仔开始，台北车头附近袂当食薰的所在是继续扩大，包含市民大道甲承德路等等，全部拢禁止食薰。原本是出车头下过红线了后，就会当食薰啊。不过即马即寡红线已经全部拢划掉，以后就袂使搁食薰。违规的人上当会罚1万，大家都要注意。行出台北车头，涂骹原本的红线全部变乌线，袂少食薰的人，惯势行出大门了后，就坐地回报食薰。不过明年开始会被当罚2000到1万。你有听到这个消息过吗？你完全不知道这个宣导。我知道他之前有画红线嘛，红线这边是可以抽的。我先有个缓冲期，再严格实施，应该是会比较好一点。之后你会跑去哪里抽烟？我听说应该是在那边。要跑很远？没有，那边有个亭子，那边有写禁烟区。外壁挂宣导地图，金分区拖到车头四边，包含市民大道、承德路、顶干道，民众食薰除了带来自手薰危害健康，乌白片薰洗空薰阿伯也互清洁人员真头疼。烟蒂多不多啊？蛮多的，客人都会做这样做，会掉下去啊。伫这进前，台北市已经伫105年将信义区上堤广场，109年伫西门捷运站广场为禁薰区，以上堤广场为例，5年外开出大量罚单，减少薰害甲污染环境。取缔在禁烟区吸烟的部分，大概是我们取缔了1886件了。那取缔乱丢烟蒂的部分是6608件，逐年是在下降中。即摆台北市卫生局甲环保局选伫交通中心的台北火车头扩大禁薰区，伫看到2个月了后，3月7日开始直接出地告发，提醒大家乌白片薰洗相关会罚6000。记者综合报道。阴暗翻点过就是新年，而且搁过1个月，旧历年嘛要到啊。有袂少家庭趁介绍也未裱起嚟的时阵，先穿过年要用的物件。其中亲像是白抢，今年因为进口量较济，所以讲价销就较稳定。毋过真济逐工拢爱食到的鸡卵，因为任何温差大，鸡卵生少，大卖价销已经1斤44块。12月31过新历年了后，搁过1个月就是旧历的过年。过年时啊，真受欢迎的白抢，价销是一直咧起。农委会指出，今年冷冻的白抢增加1255吨的进口量，5万会当稳定价销。这样子的话，我是卖2只250块啊，但是过年的时候价钱会比较高一点点。对。那这样如果到过年会多少？大年像过年像这么大只的话，1只可能就要300、400啊。渔业署建议民众会当改买人港市的价销较俗的金枪，也是南面台仔甲猪过鱼来代替。
另外，年节一定会用到大香菇，今年其实是比旧年减产2成。不过，因为餐厅需求量下降，所以供应甲需求是差不多。产地介绍，1公斤是900到1200。会觉得香菇有比较贵吗？还好。不过平常时啊，定咧食的鸡卵，价数算是真悬。入冬以来，因为日暝温差大，两价生卵的量减少，目前大卖价数是逐台斤44块。大商表示，这两个量有受到影响。消费者嘛感觉讲价数变较贵，不过需要用到就只好爱买。蛋源还充足吗？好像这阵子有缺，贵了6、7块。啊，会不会觉得吃不消？哎呀，生活吃不消也没办法，要买还是要吃。农委会请产业做好防寒措施，让休困的鸡母继续生产。另外一方面，嘛请两商加强销路的调度。目前会针对各种农产品继续监控价数甲供应量，加强调配，控制价数的变动，让消费者用上合理的价数来买物件。记者综合报道。台北超过30年的老饭店西华饭店，将宣布因为疫情的影响，无外国客来，已经经营袂落去。2月15就要收起来。关门了后，会甲大楼用危险牢固建筑料的申请登记。32年老饭店台北西华饭店就要关门啊！30暗时发声明稿，饭店已经申请维护条例中建核准，加上疫情关系边境无开放，决定在2022年2月15结束。听到消息，不少房客拢真着惊，尤其这位资深房客上感觉，因为伊是自国际大名车欧阳飞飞了后，第一个达成带1000暗的人客。我是第2个达到1000个晚上的客人。早上我看到这个新闻，说什么西华要 close down， 对啊，我吓一跳，倒也没有震惊，就说啊，连西华都要关掉。台北西华饭店1990年代成立。伫台北市民生东路3段外上山机场有310间房间，是国际有名5星级的饭店。国际有名政要拢捌住过，包含英国前首相柴契尔夫人捌住过2摆，也有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翁某也捌住过。观光学者分析，大饭店人事成本悬，加上设备、客房内装，甚至是租金等等，这个典型固定成本，员工是逐工咧烧钱。若无法度转型，伫个住房率无法度提升的情形之下，无排除也个饭店会关门。是像西华，它本身的地理优势没有这么好的情况之下，对于他们在未来的营运上面，一直不断的入不敷出的长期负债的情况，那这个的确对于业者来讲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换。交通部观光局资料显示，去年10月全台饭店旅馆家数有3389间，2021年10月衰退做3367间。休困关门的业者有22间。有学者表示，目前政府规划透过补助方式，让全台一些饭店房间转型做社会主体。另外，除了改造防疫旅馆，要业者主动规划做企业办公室。在疫情冲击之下，另外找出路。记者综合报道。非洲北部的苏丹共和国今年10月2日发生军事政变，民众直直上街抗议，要求军政府都要把政权还给民选的政府。根据统计，这2个多月上无有52个人伫咧示威活动当中去互军方弹死，有230多人受伤。军政府为了封锁这寡消息，甚至阁带兵去攻电视台。为民众伫较悬的所在翕到的画面，会当看到克托木市区，规个拢是催泪甲水乌烟，现场不时听到有枪声、甲催泪弹爆炸的声音。也若地面遮，侪民众是哪要闪过军方的枪甲催泪弹，哪捡石头啊，或者是还阁咧呛烟的催泪弹来反击。苏丹军方伫10月2日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总理哈姆杜克，嘛甲伊软禁起来。虽然11月份的时阵，互哈姆杜克恢复原本的职务，嘛同意伫2023年进前重新举行大选。不过，民众认为讲，军方敢若是咧替2019年互推翻的独裁者巴希尔咧铺路。2个多月以来，为首都克托木到各大城市，抗争是一直咧出现。نحن كلجان مقاومة ولاية الخرطوم ولجان مقاومة السودان عموما موقفنا واضح، لا تفاوض لا شراكة لا مساومة. فطلعنا الليلة عشان نحقق الموضوع ده بإسقاط هذا المجلس الانقلابي تماما
وبإرساء بعد كده حكومة مدنية ديمقراطية. والله طلعنا لإسقاط البرهان بالنسبة للمساير الطلعة طلع لإسقاط البرهان والنظام الكيزاني. ودائرين المدنية للشعب السوداني. 軍方伫幾路強力鎮壓，即馬安迪各地監視器掠外。蘇丹軍政府嘛切斷國內對外網絡連結，而且軍方嘛出動部隊，唔讓這媒體出聲。總部伫沙烏地阿拉伯嘅衛星電視台，伫克托布嘅辦公室，去予軍方入侵，有電視台人員互拍甲受傷。毋過反政府嘅民眾也是成功串聯行去幾路，而且透過海外嘅蘇丹邊緣人士，以社群網絡甲軍方封鎖嘅影片甲消息，向全世界公開來放送。公司新聞，徐家人編譯。一隻載120個羅興亞難民要去馬來西亞的船，報道因經出問題，佇咧大海漂流1個月。原本附近的印尼政府只願意提供食食的補給，無願意收留這掛難民，毋過煞引起國際批評。經過國際組織的敲測，印尼政府昨日宣布會派軍艦去甲船拖轉去，暫時安置這掛難民。對着照片頂，港口邊會使看到印尼軍人正在協助漁船來靠岸，並且對上岸的人來進行消毒。這漁船內底載着要去馬來西亞的羅興亞難民，不過漁船在出海28天了後，因應告終，只好在海上來漂流。Kami dari pihak UNHCR sangat-sangat berterima kasih kepada pemerintah Indonesia dan juga kepada pemerintah lokal yang mau menerima pengungsi yang saat ini sedang ditarik oleh pemerintah Indonesia. 印尼亞洲省嘅漁民離個就發現這隻漁船漂佇離海岸92到130公里嘅所在，船頂嘅120人內底分別有9個查甫嘅、60個婦女，抑個51個囡仔。聯合國難民署接到通報了後，知影漁船真濟所在攏漏水，引擎也受到損害，向印尼政府來請求接受這羅興亞難民上岸。不過印尼政府認為，這人唔是印尼公民，正協助修理船，甲提供糧食水甲藥物，無管理收留，所以在人道救援了後，離被國予漁船轉去到國際海來漂流，這做法引發亞洲省嘅民眾甲聯合國難民署這國際組織嘅抗議。受到壓力嘅印尼政府經過內部協商了後，離到改變說法，動用軍艦甲漁船拖轉來，或者難民來上岸。Untuk ini masa karantina harus sesuai dengan prosedur COVID yang berlaku di Indonesia. Ya, biasanya 10 sampai dengan 14 hari. Dan nanti untuk pemindahan kita masih tetap akan berkoordinasi dengan pemerintah Indonesia, pemerintah Jakarta, pemerintah provinsi, pemerintah daerah, dan lain-lain. 2017年8月，緬甸爆發對羅興亞人嘅軍事鎮壓了後，大約73萬嘅人走離開。這幾年陸續到馬來西亞、泰國、印尼這東南亞國家尋求庇護。又這2年爆發疫情，真濟國家加強邊境嘅管制，由羅興亞族人要找安心之所是難上加難。公司新聞，陳世東編譯。美國科羅拉多發生嚴重嘅火燒山，因為當地風真頭火已經燒到對徛過去，尚無有600棟厝去互燒了。當地已經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趕緊撤離3萬嘅居民。大火離退燒，消防人員救到水線拼命拍火。美國科羅拉多州最近一直發生野火，當地波特縣準風時速一度達到180公里，讓大火退燒真緊。這就燒掉包括飯店、購物中心等將近600棟嘅徛架。河南嘅省長蘇比利爾加路易斯維爾各自要求趕緊撤離13000人加21000人。Gusts of 110 miles an hour can and have moved this fire down a football field in a matter of seconds. Very little time to get out, very little time to even get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your life. 外國媒體報道，因為大火拖傷傷緊，和倒去電線嘛引起過來嘅較細火災，加上強風，趕快和火災拖個較緊，造成至少6個人受傷，送病院治療。總計燒掉了1600英畝，差不多是647萬平方公尺嘅土地。馬河州長普利斯宣布進入緊急狀態。This area of Boulder County is right in and around suburban subdevelopments, stores. It's like the neighborhood that you live in. It's like the neighborhood that any of us live in. And so 1,600 acres near a population center can be, and is, in this case, absolutely devastating. We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earlier today. 因為野火烏煙加周圍嘅城鎮攏打掉嘅，影響到開車，好撤離嘅民眾塌跌路，無法度加速離開。州政府嘛已經安排國民警衛隊加警察等來協助撤離。另外受到當季風暴影響，有個當地暗時加31度C，對拍火是真有幫助。公視新聞台是同編譯。
更来关心国内消息，年尾济人拢会少食饭，不过若是食饭的时阵有食酒，就千万唔通塞车，安尼是害人害己。高雄最近是严格咧抓食酒塞车这款代志，新兴分局4天就抓到16件。不过有几落的驾驶是提供因是因为有食酒无压的关系，不过这款情形同款是违法的，大家都要注意。记者排队等酒测，无偌久就发现有民众食酒骑车。现在是酒后驾车公共危险罪。高雄2日发生严重的食酒洗车事件了后，警方这几天抓甲足案的。新兴分局4天就抓到16站食酒洗车。最近是年底，有真侪民众拢会出外食饭，有袂少互抓到食酒洗车的民众，拢讲是食酒无压，佫有人是啉烧酒了后，佫骑电动脚踏车互抓。骑乘电动自行车酒后驾车，在刑法上也会触犯公共危险罪。另外，将母鸭汤里面含有高浓度的酒精，在饮用后驾车一样也是会酒测值超标。对甲民众拾一个地书车号，警方每日拢咧抓食酒洗车。3日中昼，林雅分局的警员伫4位3路甲林地路的路口，找到一个要去上班骑汽车的人，一测果然是有酒精的反应。昨天晚上喝多少？2瓶啤酒而已啊。自认过了1晚之后，酒精已经消退，不知酒测之后仍然超标，依涉嫌公共危险罪，移送地检署侦办。这几天是元旦的假期，有真侪民众已经安排行程。警方也提醒民众唔通食酒了后搁塞车，也唔通啉伤侪酒，卡免咧过长工酒精也未消化完，影响到行车安全。另外也呼吁餐饮业者提供人客代替洗车或者是叫车服务，来阻挡食酒洗车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学生詹依林去年11月伫咧韩国互食酒塞车的人拢死，原本1审、2审韩国的法院拢判加诉8年，不过即马却传出讲韩国的最高法院判定这个判决是违宪的，发回重审。嘉义病院麻醉科的主任詹庆辉的查某囝詹依林，伫咧韩国读博士的时阵去互食酒塞车的人拢死，法院1审、2审拢判这个加诉8年。不过，即马所传出讲，韩国的最高法院认为讲，这个判决是违宪的。这个消息对詹庆辉知影了后是冤讲，韩国的法律是真失望，不过会继续为查某囝拍官司。迎接新年，国内有啥物新制度，咱做伙来了解。甲大家上届有关系，就是基本工资要起啊，劳工轮流值班嘛，拢爱算加班费互恁。也若是劳保年金是调整到63岁才会当领。也若是甲防疫有关系，卫福部是要求学校、补习班、托婴中心等等有26个场所的工作人员，拢爱自愿2档有风险。下年的年假有袂少民众安排出去佚佗，迎接2022年，过来还佫有真侪有关劳工权益的新制度要上路。以加薪的角度来看，基本工资调悬，月薪变做25,250块，也若时薪是168块。若是讲劳工节日夜班，拢甲认定是工作时间超过正常的工时，就爱互伊加班费。另外要来斗打基本工资调悬，所以这个劳保投保的年资分级嘛会来做调整。职灾保险的平均费率会甲调做0.2%，也若劳保的年金请领年龄嘛会甲调悬1岁。法定请领年龄自107年起逐步调高至65岁，111年将提高至63岁。非保险人如果投保年次满15年，但尚未满63岁，可以提前请领，提前1年需减给4%。符合法定请领年龄和延后请领的被保险人，亦可领取展延年金，延后1年可多给4%，最多可延后5年。另外，伫减税方面，基本生活费调悬1万块，综合税的免税额调悬到9万2。这点是适用2023年5月报税，也若遗产税甲政府税的免税额嘛拢有调悬。伫2022年发生的案件拢适用。军公告缴付的退伍基金免税，并且阁有延长电动汽机车的货物税、牌照税优待。伫福利方面，会调悬低收入户的上计生活费、教育实习生的奖助金，还阁有汰换老旧机车这个补助。限制旅馆，还佫有公司有的房舍转型做社体，业者拢会当有地价税、房屋税，还佫有租金部分营业税免扣。另外，修缮甲租金差额嘛有补助。过来嘛有考虑到国际疫情较严重，包含高中以下学校甲幼稚园、大型的宴会场，拢总有26个场席的工作人员，拢都爱先有注2剂疫苗，避免疫情搁再恶化。
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真侪少年人无在条买厝，拢用细厝的。毋过有一寡人是认为讲，我若先来贷款，立到尾啊，这间厝就变做家己的。所以内政部就公布上新的全国各县市贷款买厝的负担率，就是逐个月家庭的收入到底是有偌济爱摕来立贷款。其中台北的民众负担是上大的，有超过6成拢爱摕来立贷款，新北市是超过4成。根据统计，若是要伫咧台北市买厝，平均的薪水算起来爱卖食卖啉16档才买得起。另外，全国的6都当中，厝价起上济是台南市。你好，这是我们90坪3房的产品，房屋加车位的总价大约是1亿6千万元左右。台市大安路顶悬新厝90平第4楼，每平160万起跳。另外，各有4个车位，总计大概1亿6千万。以用行认定，总计7千万以上都是豪华主体，贷款成数仅能4成。以目前本案的房屋价格从8千万到1亿6来说，他必须准备的现金有将近5000多万，剩下的部分呢，他必须去做20年或30年的贷款摊提，的金额大约会落在15万元上下。有钱人买厝贷款压力也袂小，免讲一般领薪水的人，想要伫台北市买一间中古厝拢无简单。内政部公布上新厝价所得比全国平均是9.24倍，6都当中台北市上悬有15.86倍，因讲是爱将近12年卖食卖啉才买得起。台北厝价有每年甚至每季欠悬的情形。当然是更高了，怎么可能15年呢？你起码要20年以上嘛。就算父母能帮头期款的话，后面贷款他们也付不出来。经济的话是逐年往上，要健全整个市场的交易的一个制度，那避免那个炒作。贷款负担率阁显示台北市厝价有路悬，6都当中高雄、桃园、台南贷款只占加户所得3成，台中占4成，新北将近5成。台北市平均超过6成所得摕来交贷款。对我来说太贵啦，而且可能我也不需要到双北这个地方去自产，我应该会在台中吧。确实是已经超过一般受薪家庭能够负担的范围。北市因为现阶段的一个价格比较高，所以它可能未来会走向一个缓涨的趋势。最近资金政治房市6都厝价明显成长，根据内政部公布，全国主体价销指数是114.83，比顶一季成长2.15%。6都当中，以台南市贵净率上悬3.06%。台南市地政局表示，最近找业者林家比严打炒作行为，每年7月囤房税对上路。从明年的7月1号开始，因为超过3户以后的，这个我们都有给他差别税率3.6%。房产专家表示，国内经济继续成长，货币宽松加上低利率，市场有股通货膨胀心理影响，有股明年顶半年房市意愿真悬，央行下半年成利息了后，房市成长日头才会慢落来。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全世界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破纪录，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就表示，奥密克戎甲 Delta 这两款变种病毒做伙的滚架，疫情恐惊会拖甲抓袂牢。也若是咱国内带病入境的病例，即马已经是以奥密克戎为主。有医生就表示，奥密克戎虽然较高传，毋过病情较轻，就歹发觉，呼吁大家都爱做好个人的防疫。新冠疫情炭烧超过2年，到目前为止，全球至少已经有2亿8500万人确诊，超过500万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伫记者会表示，变种病毒 Omicron 甲 Delta 做伙滚架起来，恐惊会互确诊的病例数直头增加。Right now, Delta and Omicron are twin threats that are driving up cases to record numbers, which again is leading to spikes in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I'm highly concerned that Omicron, being more transmissible, circulating at the same time as Delta, is leading to a tsunami of cases. 世卫表示，全球新冠确诊的病例顶礼拜雄增加11%，确诊的人数创下新高，都是因为变种病毒 Omicron 甲 Delta 这两种病毒所致的。若继续安尼滚架落去，卫生体系恐惊真紧就崩盘。事实上，为指挥中心统计数据会当看到，国内带病入境的个案内底，9月份累计有173例，10月份181例，11月达到183例，12月份累计是387例，是呈现顶倍成长的情形。Delta 是病毒比较毒的，严重度比较严重，免疫不全的老年人、慢性病的这些人没有接受疫苗的人，这些人一定要很小心。
它虽然 Omicron 是温和，对你来讲就不温和了。医师表示 ，Omicron 病毒的传染性真悬，症状无介严重，亲像感冒同款。那感染了后，除非是做体检，那无是真恶发现。即马申请就要到啊，会有济回乡的人阵，较会接触的所在，拢是高风险的场所。民众除了接洗手、挂喙罨、自我防护以外，注疫苗也是会当预防重症甲死亡。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关怀中心欠货情形真严重，大款货型平均敢若剩2.8天的量通好用 ，A 型是上界欠敢若剩2.3天，离安全的库存量10天也阁差真远。若是观众朋友身体条件是有下降，就会当加减到3天。当年年底，病院平均一天爱用1000袋血液。新竹关怀中心上新统计，目前血库内底平均的库存量已经存无3天。加上疫情影响民众的关怀意愿，这站关怀中心当然烦恼血液库存量。10月到12月这3个月的期间，整个的用血量是比去年的平均的用血量多出了12%。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月的期间，能够募集足够的血量，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安全库存量提升到8到10天。为了鼓励民众关怀，民间团体发起关怀活动。民众只要来关怀，就使领到免费电影票，也是百货公司的礼券。一透早吸引不少民众排队。那么多的好礼之下，希望可以募集到更多的人出来捐血哦，可以发挥我们5台车的最大值哦，最大值可以捐到1200袋。都有鼓励员工来这边捐血哈，也就是说每个礼拜他们的时间到大概都会来捐血。尤其像我来讲，我也是固定的时间都会来捐血。新竹关怀中心表示，这阵啊血库库存量平均只有用过5成，若是继续歹天。病院过年恐惊的无血通用，呼吁民众赶紧来关怀。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一阵介鸟仔民众昨日去大雪山林道翕相，沿路所发现有5只保育类的鸟仔去钓咸井，赶紧通知林管处来斗3工，把咸井处理掉。林管处表示，非法掠野鸟相当会判5档。树仔丛内底藏了几个诱捕笼，详细一看，内底都已经有鸟仔被困掉的。民众紧日通报警方前来救援。总共有3个鸟笼，然后鸟笼里面都有一只诱捕的鸟在那里，然后其中2只是黄山雀，一只是那个青背山雀，但是那个鸟笼看起来都不是新的，所以相信这个行为可能那个捕捉人可能以前就有做过。这个月29号，电视是甲一群爱鸟的人士，前往大雪山来翕鸟的生态。不过，伫大雪山林道22.5公里处，发现布坎的骹挂了几个诱捕笼，内底被抓的除了有4只是青背山雀，还有1只黄山雀，分别是特有亚种甲保育类的留鸟。有一些鸟店呢，它会违法的贩卖一些就是不当管道获取的鸟儿。当时林管处的护管员甲警方将诱捕笼拆落来，看卖遮个鸟仔并无受伤，当场野放，嘛将诱捕笼甲销毁。拍鸟俱乐部表示，当天除了有过境的候鸟，留鸟嘛迁徙到中间海拔，意思是有计划性的拉捕。当时林管处表示，嘛将会追查行为人，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金。当时林管处表示，将会加强大雪山林道的巡检工作，嘛呼吁民众，若是发现非法骚扰或者是虐待，使用限制来拉捕野生动物，拢要紧日来通报救援。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今年12月，有志工伫咧台南市草的保育区，甲私人的蚊仔发现8只乌面腊杯受伤，其中有3只已经死亡，另外5只经过治疗恢复健康了后，今日早起已经野放。一拍开箱仔，5只乌面腊杯，一边看环境，一边真细腻的出来。其中1只更兴奋的马上飞走。这5只乌面腊杯今年12月是肉毒杆菌中毒，经过治疗了后顺利康复，因此31号嘛正式野放。目前为止，大概60%的黑面琵鹭，渡冬的黑面琵鹭大概都有来台湾。那我想说，这个族群日益扩大，那表示我们保育工作一方面做得还可以，第二个我们还需要更精进。
事实上，今年乌面腊杯来到台湾的数量嘛创新高，但是亚洲协会统计显示，到11月为止，全台数量总共有3300只，光咱台南市就有2700只，而这个数据嘛是比去年同期搁较悬。主要原因就是气候的影响，甲番湿地护育良好。11月、12月的数量来看的话，大概都已经超过去年的数量了，所以我们预期应该在1月份的国际的普查，整个算出来应该会比去年会多很多才对。韩国他们繁殖区的提供的资料，他们也是觉得他们的今年的繁殖率还不错。偏偏乌面腊杯感染肉毒杆菌发生死亡的状况，有一定嘛呼吁民众，若是有发现乌面腊杯活动力较弱、无法度飞，甚至坐伫地面明显无共款的状况，请通知农业局来协助，缩短救治的时间，提悬乌面腊杯的存活率。记者郑云淡报道。屏东县文化处有超过3000件的典藏作品，最近检出39件伫咧屏东的演武场展览。展览的空间甲展览品拢有真特别的工艺设计，咱做回来看卖。伫光线头前比手势显示出多样，透过实际操作了解工艺变化，阁有配胶稀罕刷画体验。伫屏东演武场正进行有影无影稀释空间的特别展览。以雕塑、版画和工艺空间做三大主题，呈现艺术的创意。我们谈到艺术，可能比较常联想到的是绘画，就是油彩啊、水墨啊，或者是水彩。对，那其实艺术还有牵涉到空间虚实的变化，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就以空间上面的变化去呈现艺术的里面的风采，还有艺术里面的知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的原住民和客家等等的文化典藏超过3000件。一摆经出39件展出，另外也配合艺术品设计体验活动，利用作品和工艺之间的变化，增加参观过程的互动性。这一次我们的展非常特别，是我们从我们自己屏东文化处的所有的典藏品里面然后把这个雕塑，还有版画还有这个皮影戏的一些展品，大概有39件，利用空间的一个概念然后测一个很适合亲子一起来动手做或一起来看的一个展。屏东演武场这摆有影无影稀释空间展出到111年2月27结束。展览的期间办设出故事剧场、摇手工体验课程，真适合家长带囡仔做伙参与。伫艺术和工艺的游戏当中，哪算哪学习。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的大观影城有350年的历史，不过庙门外门神落差真严重。庙方顶一日决定把门拆落来整修，即阵已经完成啊，咱做回来欣赏。台南大观音殿观音菩祖表示，坐北往南庙门受到风吹日晒，致使庙门的门神受到严重损害。庙方决定要将两扇门拆落来整修，用以旧修旧的工法，让门神回来本地面貌。互这个门神来讲的时候，安好了后，互门神就位，门神就位了后，会当保庇咱信徒出入平安，会当保庇咱民这个民众咧，而且咧会当安稳吼。趁着甲门神拆落来修复的时阵，针对行拿尊者韦陀菩萨的彩绘手路进行稽考。根据上新的资料，针对一前5届重新提出稽考事证，即对行拿韦陀门神是进前捌到过新团长江继瑞丁清照老师伊在生进行的作品。咱一般的修复的方式，拢附照如叫尊重原来作者伊的原作品，来做修复。所以你看，这来讲的时阵是丁清树大师进目前的考古啦，丁清树大师的作品。那么伊来讲的时阵，咱若认真去甲看伊是小可有立体的，是描金线的方式啦。迄个线条是浮的。虽然门神本地香烟卡真高，受到风吹日晒的损害，不过透过分子保存的方式，让门神回来本地面貌，也让具备历史意义的丁清照作品继续用接近现代的方式保存伫台南的大观音亭。记者综合报道。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的大师达利是20世纪真有代表性的画家。明仔载达利展就要伫咧中正纪念堂开幕，展出121件正品的作品，其中阁包含上出名但丁神曲全系列的100幅作品。伫黑暗的空间，透过红色的镜安尼行入去，壁顶的版画朝朝拢是超现实的老三角。达利用10年的时间研究但丁神曲的地角片的创作。我来这边是连角片，这幅坠落的天使，北来土地是拢无半项。达利结合超自然甲精神性的物质，呈现互尊敬的天使，其实内底是空。
人家都问我哪里好在哪里，他懂了当时所有的科学、物理、化学、数学，甚至医学，还有卡通，因为这些不是一般画画的会去涉及的。策展人徐芬兰讲，达利的作品虽然看落喊呱呱，超过现实的范围，不过是真有路，而且达利嘛真关心科学发展，甲舞台设计是专业的艺术家。9年前，达利的展览是以大型重的雕塑为主。这届甲西班牙政府为伊授权会当行使达利所有知识产权的达利基金会来合作，展示的作品是更较较全。是我们除了油画以外呢，还有像是它跟戏剧之间芭蕾舞剧的合作，然后设计的布景，基本上全部都没有来过台湾。那甚至有几件作品，像是大型的，有一件是卵石钟，然后它是寻找4度空间的这幅作品，它的宽度就有250公分宽，所以是非常大型的油画。他们有特别说，这件作品其实是很少出他们基金会的，所以为了这次展览，还特别定制了木箱。为青少年启蒙的时期，一直到这回用作品来表达。看这的121件达利亲身完成的作品，艺术是共同经历伊团结一生共款。这作品总价值超过台票27亿，嘛，主办单位赔是赔真严，投保上百万的保险。为了回รง机到展览场，规路拢有警察车护送，确保这批西班牙的国宝会当安全而且完整展示予大家欣赏。记者综合报道。提醒观众朋友，明仔载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甲东北部的天气要是真寒，中南部是日暝温差较大。另外，东半部甲大台北地区会落地渐好，其他地区是侪风较好天。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5度到20度。中部地区14度到22度，南部地区14度到26度，东部地区14度到23度，外岛地区12度到20度。接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比，晚安，再会。